咱拢知影讲，这海洋是真珍贵的自然资产。即马为着要来确保这水质的稳定，也有环境的安全，新竹市府是结合着海保署，伫新竹的南寮的海墘啊，来装这海域的水质监测站，未来会当逐工24点钟拢来监测新竹海域的水质。 甲倒对海边啊抽转来的水，透过水质监控系统，会当知影今日海边啊水质状况，包括水底温度、酸素、盐度等等，拢总12款的数据。逐工24点钟自动监控，只要发现水质异常，透过网络人员伫线顶会当连面知影。数据会上传到我们的一个环境管理平台还有我们的网页即时观测我们的一个数据，就是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酸碱度、还有溶氧、还有化学需氧量以及我们的氨氮各测项我们可以及时透过我们的即时监测数据，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譬如说是我的办公室还是我们的一个手机都可以。科目局指出，新竹海边啊，除了有红树林、野生动物保护区域，也有未少蚵仔养殖业者。监测系统中，其中一项了解铜离子浓度，对饲蚵仔产业真有帮助。我们这个新竹海域曾经发生过绿牡蛎那绿牡蛎的来源，这个跟铜离子就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了确保海域水质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特别有加测这个铜离子的一个部分来确保我们整个养殖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科目局强调，未来透过水质监测系统，除了会使24点钟掌握海水变化，也通知影台湾海域水质上新的状况，用科技的方式，共同来守护海洋的永续发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